何谓媒体识读？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来到北区仁爱里，教导长辈认识辨识媒体的基本能力，要用不同角度判断讯息真假，不要被牵着鼻子走。成大医院这2-3年来跟中嘉宽屏、还有三冠王、还有双子星有线电视台合作，在社区推广媒体识读。在过去这3年，在 COVID-19 的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担心的是长者在家里接受到了一些诈骗的讯息，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这些如何防诈骗、如何增进媒体识读传达给民众知道。我们很感谢说今天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来我们这边做宣讲，最主要是要让长者认识说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目前的诈骗有哪些类型。然后呢，这些呢可以让我们的长者知道说，诈骗目前的手法是有哪些。在课程中，讲师介绍最新科技 Deepfake 深伪技术，教长辈如何用肉眼辨识人脸造假影片的方法，并透过轻松有趣的宾果游戏，教长辈讯息查核发布以及查证平台。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多，至少了解说对。看到信息的时候要停看听，然后最好是能够查证。因为我们都年纪大，不晓得那个也没有用手机啊，不晓得说诈骗怎么样，来这边以后就听他讲就了解了，就了解很多了，以后就会小心。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呼吁大家讯息不要随便乱传，能够先听看听，避免遇到假讯息而受骗，也希望大家能将媒体识读应用在生活当中。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。